我有听人讲吼，哦，伊咧喘气，伊直讲电风一直来，因讲吼，那，不是啦，我唔是麒麟动啦。因讲你若要甲动物啊培养感情吼，其实吼，你用喙咬食，伊会足介意。啊，你来，你来啊，来啊，来，你跟我还没吃啥？恁讲啥？恁讲啥物？紧的啦，加多石头，走啊，走啊，走啊！恁两个串通哦。你这那是天意啊，天意啊！我哪知你要说啥？哎，你个刘德华，天意多好。我是在你讲一个上长的啊。对对，高，你等下顾我听。哦，伊两架都来哦。啊，你喙齿剩啊两三意思。你等下，进来啦。较温柔的，较温柔的。哎呀！这生气的，都无食到。你啊喙齿你伸出来。这个太小好了。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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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！这个哎，伊足温柔的我跟你讲呢。伊知影讲你惊死啊？因足客气的，这客气的，因咧拍这小金的戏吼，拢袂去甲你拉着，专业的，专业的。点着为止安尼。哎，恁真正要体验一下。不，你若对因有爱，你就甲伊拉起。你有爱无？无。我就爱守卫动物，我唔是要守卫动物。你有爱无？我来看一啊，恁这人拢无爱，